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佮保守咱大家平安的，佮经过一礼拜。今仔来到主的圣日，咱同心来敬拜主，咱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来崇拜，接着诗歌，接着祈祷，接着神的话语甲讲解，咱有可能当得到属灵的造就甲帮助。特别是伫这个病毒仍然伫世界当中非常厉害的时阵，真侪人心中无有平安，有惊吓，有真侪缺欠，有真侪在无平安的代志。咱听到一寡朋友亲人伫什么所在拄着问题，拄着这个疾病，咱为因来祈祷，咱为因来纪念因求主也怜悯因，帮助因互人过这个难关咱三个来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搁再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来帮助阮，伫这个特别的时阵，伫这个疫情非常厉害当中，阮伫本国仍然是每一日加天的人数无停的咧增加在得病的人，甲伫医院当中咧受医治的在人，有的人好起来，感谢主；有的人也阁未好，看有的人离开世间。求主你特别怜悯，也安慰在家中的人，也安慰迄病人。许多在执政掌权的人有聪明智慧，通来管理，通来有好的办法特别靠着主的恩典，将家己交托给上帝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归向神，将一切重担来交托伊。上帝要听阮的祈祷，阮感谢伊，感谢伊。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加持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早起咱要讲的题目，就是恁是世界的盐，恁是世界顶的光。咱先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第16节。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耶稣安尼讲：恁是世界的光，恁是世界的盐。盐若失去了味素，怎样可能叫伊搁再咸呢？以后无路用了，不过是等伫外面，互人践踏咯。恁是世界的光，啥做伫山顶是无法人闻从的。人点灯，毋是放伫斗底下，乃是放伫灯台顶，就照亮一家的人。恁的光也着这样照伫人的面前，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托恁伫天顶的天父咯。这段圣经，咱逐个人真熟悉，但是可能有的人也未听到，特别是初信主的。那上帝常常用这个细项的代志，人看唔起的一个物件来讲一个大道理啊！我记得伫台湾的中学内面有人甲我讲有一个课文内面有一块题文叫做一蕊细花还是一束的细花、细蕊花。这个是故事是讲到有一个真贫惰、真暗淡的，伊的生活真乱的人，伊常常不修边幅面顶暗淡穿衫，也是暗淡，伊徛伫这个真无起眼的一块厝内面有一日这个朋友就送伊一束花，伊摕伫手中，伊静静的来欣赏这个朋友送托伊的这束的花，伊觉得这束的花真水伊就去伊厝内去找这个满了土粉暗淡的这个花瓣给洗清气了后，就将这花插伫花瓣内面，放伫桌顶。当伊要放伫桌顶的时阵，看到伊迄块桌遮暗淡，遮侪土粉佫真乱的时阵伫迄束花，迄个花瓣，迄束花摆伫一块桌顶真无调和无适合所以伊就将这块桌甲收拾较清气甲漆较清气了后，伊就佫看伊即间房间内面满了蜘蛛丝佫结土粉，放个一个暗淡的物件真乱迄个花瓣迄束花徛伫迄个桌咧，交伊的环境来做一个比较真无调和真无适合所以伊就将这个房间就收拾好势，整顿好势，扫清气，将迄蜘蛛网摕落来扫真清气，收拾真整齐了后伊就看窗咧外面伊迄个细的花园满了草佫摕真侪十蕊喙的物件怀管咯、香咯、暗淡的物件真凌乱不堪所以伊就觉得真无好势，所以伊就
出去外面啊，就将伊迄个花园啊，草干尖尖的吼，或者暗脏的物件吼，甲收拾的吼，甲收好势，清伫清气了后啊，哇！伊这个时啊，伊心内感觉真爽啊！哈，伊这个环境啊变啊发水了吼，感觉真爽那个吼。入来房间的时阵，推囝甲伊招捌咧，看到伊的面目啊，佮暗沉时沉啊，头毛佮真乱，面的佮也侪乌暗沉啊，佮无水啊，咱亲像对骹躯的走出来，这样衫裤佮破暗沉啊，所以是袂做的，伊就去换衫洗面，将家己热头创啊较清气啊，真清气吼。然后呢就因着迄班的花互伊即个环境啊，就感觉真好势感觉美化咯，更新咯就在外面的拢改变一生咯。然后伊就看看伊家己的心灵啊，伊说：“哎呀，我在外面发清气，但是我的内面咱就无好势啊。所以伊就重新的来整理伊家己的内心，来接受这个新的人生观伊即搭暗中是接受这个新的人生观。”其实暗中之时，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伊的人生观，伊这个人啊，本来是一个真懒惰、无求进取的这个坏人但是因着这束的鲜花却是改变了伊的人生将这个真无求进取的这个人变做一个有进步一个好的青年人咯。咱看一束的细花新鲜的花，来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观，改变了环境。那么看见这束花是真有意义的，活得真有意义的。上帝常常用一个细项的物件来影响一个人。有时人看唔起的、无想到的，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我一个亲人伊做一个见证讲，伊讲伊当伊伫因兜的这个花园内面咧修剪花、种花，伊真爱花来清理迄个花园，来栽花，来照顾这花草的时阵发现着每一枝花、每一丛花拢计无同伊的花是遮水的，伊的颜色是遮水的对种子栽落去到大丛伊的过程是真奇妙这开较遮水的花，伊的颜色佫无同，佫真清气。哎呀，伊就想到这个天地间一定有一个创造者，经过安尼思考，伊就去追求真理，最后伊就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到今仔日也佫成做一个真忠心、热心的基督徒。咱看伫圣经当中主耶稣常常用一个真普通的目睭上看见的。手上摸的、目睭上接触的一个物件，来讲论真重要的人生的大道理亲像耶稣讲到一粒细细的麦的麦子，一粒小麦子伊也讲到无花果伊也讲到用一支头毛来讲一篇道理，伊也用一个真普通的人掠鱼人、渔夫，伊也是别用着野地的花，伊也别用着迄个空中的芭蕉、小麻雀
小麻雀啊，伊也用门来讲道理，伊也食着一条水路，伊也用着这个五块饼两尾鱼，来行出神力技术。耶稣捌用水、活水啊、钱水啊来讲真好的道理，伊用羊啊，用跩普通的物件来小题目啊，来讲大道理啊。咱今仔日讲的这个题目啊，就是耶稣讲，恁是世界顶的盐，恁是世界顶的光。咱耶稣咧讲一段话，是说恁是世界顶的盐的时阵，讲到恁，这个恁是指向啊，你们。咱看来到耶稣面头前听到的啊，咱你这个登山部分内面啊，5章、6章、7章啊，这3章内面啊讲真侪道理啊。跩人皆是渴慕真理、渴慕这个天国的道理、福音的人啊，来跟着主耶稣来寻求真理的人啊。好，然后以后跩听到的人哦，因会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吼。那么跩就是跩人到底是上分几落款？头一款呢，就是耶稣所呼召的12个门徒；第二款人呢，就是来寻求真理、属灵的这个真道的人，哈。第三款就是讲到咱今仔日啊，来跟着主耶稣寻求真理的跩基督徒。所以耶稣讲说，恁是世界的盐，恁是世界顶的光的时阵，这个恁啊，就是讲到跟着主耶稣信靠耶稣基督的跩基督徒。那么伊个讲说，恁是，这个是啥物啊？耶稣捌讲，我就是世界顶的光啊。耶稣讲，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讲到这个是，就是这个定义性啊，定义性就是恁就是。耶稣毋是说恁可能会变做什么啊？恁可能是盐，恁可能是光。耶稣讲说恁是世上的盐，恁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是啊，是这个定义性。就是恁就是了，世界顶的盐啦。那么讲这个盐的时阵啊，到底伊的本质是啥物？伊的功能是啥物？伊的效用到底是啥物啊？咱知影讲盐嘛，的用处吼，伊的路用啊，若要写吼，若要写几本真厚的册。但是咱今仔当然无法通讲到真侪，但是主要的吼几项。头一项呢，盐吼最底常用的就是咧调味素的，调味素。咱咧煮食的时阵吼，若无味无素吼，咱若放淡薄盐落去吼，哇，这个物件就变真好食，这来菜就真好食咯。所以伊是一个调味的作用而且佫将迄个味素、迄样菜、迄项肉，伊若无盐落去哦，迄个味素是真正，但是盐若落去的时阵，就将迄个原来的迄个味素哦，发挥出来啊！盐落去，佫较有肉的味，有菜的味，有迄项本来的味素，甲你发挥出来。第二项，这个盐有法通防止腐烂，防止伊的烂，甲有这个消毒的作用。有时啊，咱鱼食袂了，掠鱼人食袂了，伊就揢盐去拍打，就变做咸鱼。所以肉若揢久咯，会生虫会烂，伊若揢盐会法通保持真久，袂生虫。有时咱咧喉痛，咱揢盐水落喙咱这个喉就会较爽，会消毒会起炎所以这个盐有一款防烂、
甲有这个消炎的作用。盐啊，也佫会漂白，漂白就咱衫啦、暗针吼，真艰苦水互伊清气，咱摕淡薄盐，吼，有时咱洗喙啊，用盐水来洗，吼，咱有时有时就迄洗厕所，也是行有要互伊较清气咧，吼，咱有时用白米洗袂，咱摕盐哦。交个苏打粉吼，掺落去洗的时阵，还是浸一下久，伊迄个学车盒就也清气也白。这个盐叫可能治臭味，吼，就是说有一家臭的物件个吼，deodorant 啊，就是有可能治臭。有可能消肿，咱有啥物所在痛，有啥物所在肿哦，抹淡薄盐落去啊，会减少迄个痛，个消肿，也佫有其他真多的作用啊。那么盐伊有啥物特质啊？伊有特质哦，咱这盐吼，伊有迄个伊是白色的啊，代表圣洁哈。盐是有是细细的，有是真大块哈，但是伊是白的。但是我捌听到迄个西藏的即款盐吼，是较咱石头咧，伊是粉红色的哈。但是即个白色吼，大部分是代表圣洁的意思。这个盐哦，有迄个内在的味无显耀出来哈，伊是一个稳重的味调，无这个张扬出来、中扬出来哈。平时咱咧煮一来菜哦，真好食哈。人哦袂去学罗说，哇，这个盐真好啊，无人去学罗盐的啊。再去学罗迄个就是，哇，这来菜真好食，哇，这个虾肠啊真咬舌呐。哦，会学罗迄个，但是哦，无人会去学罗这个盐，哇，这个盐真厉害，那佫土人真好食啊。迄盐哦，虽然有调味素真好食，但是伊是稳重的，无人会学落的，吼，咱是代表耶稣伊的本性，吼，是谦卑的，是无中庸出去的，无骄傲的，哈。圣经也佫讲到盐吼是有法人是一款的和气，是一款代表智慧的意思。歌罗西哦4章6节，安尼甲咱讲。伊说：“恁的言语啊，着常常带着和气，哈，和气意思就是温顺啊，亲像盐啊调和，吼，这个盐哦是咧调和是和气的意思啊，就知影要怎样通来回答逐个人咯，啊，所以即搭甲咱讲到盐有迄个和气，有智慧回答逐个人。”以利沙旧约的先知啊，以利沙捌用盐吼，通来医治好一个水泉，迄水泉会吐出来农作物啊，再种落物件会死去，人啉落去也是死。或者农作物啊，真早未熟的，就真早就是落落来啊。所以有一摆啊，这个以利沙到亚利哥啊，再讲。记载伫列王记下第2章19节到22节，安尼讲，这个亚利哥城的人啊，对以利沙讲，伊说这个城内吼，这个城吼的地势啊真水啊，你看起来吼，但是吼，只是这个水啊真歹啊，真恶劣啊。伊说吼，迄个土山啊，伊未熟的时阵哦。因为这水无好啊，这土山会真早落落来，就折脱去咯。以利沙讲，伊说恁摕一个新的板来，啊，迄个内面迄个板内面个加盐，啊，加盐摕来涂我，所以这个因就摕来涂伊咯。那么以利沙就出到迄个水源的所在，迄个 spring 的所在。就将盐吼倒伫迄个水中啊，就讲啊，耶和华安尼讲，我治好了这个水，对待了后啊，的确无搁再会互人死去，哈，也无搁再互地顶啊无
生产，就对打了后，一直到今仔日啊，阮几年前去耶路撒冷去圣地时阵，亲目看到这个水泉啊，还佫伫咧，阮本身佫啉迄个水啊，真甜。所以伫这伫这个盐的功能啊本质当中啊，突然看出什么呢？看出来，这个盐啊是代表伊表耶稣基督本身来到世界啊，伊的本质甲伊的工作、伊的功能是什么？突然看到主耶稣，伊是一个圣洁的，伊是谦卑的，伊是满有智慧的，满有慈爱的，人无好势时阵，伊伫遐伫咧调和。反而是听到伊道理的人，跟着主耶稣的人，因的生命啊，就得到改变。正亲像这个水，这伊丽莎间改变成做活水，一直到如今几千年咯，所以跟着主耶稣的人啊，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得到生命的活水，互咱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才会甲咱讲：是恁啊，是世界顶的盐。盐若失去了味素，要怎样搁再叫伊咸呢？以后啊，无当用了，就等去外面互人伫骹咧内面践踏，互人乱踏咯。有人咧问，到底盐会失去了味素啊未啊？会。有化学家讲，咱知影盐的化学成分是啥物啊？伊的迄个公式就是 NaCl，伊几句的意思就是 sodium chloride，sodium chloride 汉文的就是氯化钠，是两款的化学品联合起来，就成做盐这项。咱知影这个因咧讲这个盐的化学成分若是减少了譬如说这个钠叫氯若是淡化去了，伊的盐分也是愈来愈少。若是这个sodium chloride若是分解去，就是无去了。无这两个化学元素呢，伊就失去了迄个咸的味素。所以这个盐会失去味素。你中东的人犹太这个所在有三款盐这个海盐、这个甜盐另外一款呢就是孔盐，就是较咱石头里的盐因为咧食饭的时阵中东的人咧食饭一手是摕迄个盐孔，一手是摕物件来食。等伊咧摕来嘴诶食诶时阵，一手摕一块盐诶石头，就是安尼用指甲间指者，然后再搁食，来调和伊诶味素。若是即块石头若食久咯，经过几落年了后，即块石头还是几个月了后，伊盐分若是直食用会愈来失去了味素，迄个盐分会无去咯，就变做一块石头咯。伊就既然无减质咯，就等去外面路顶人经过就伫遐咧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咱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会失去呢？这个基督徒初信的时阵咱也有真侪老亚当、旧亚当的本性，有真侪歹习惯、歹性情，伊真侪刺角，需要着修剪。上帝用什么来改变的呢？上帝是用圣灵，咱信主有圣灵伫咱的内面，上帝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咱，借着主咱兄弟姊妹的鼓励
伫团契当中来鼓励咱，互咱的生命伫圣灵的造就，伫即个神的话语的改变，甲兄弟姊妹的鼓励，咱的生命啊，对迄个初期会愈来愈亲像主耶稣的迄个样式啊。所以咱既然有神的话语来帮助咱，有圣灵的来引带咱，那么咱的生命啊，就有迄个愈来愈有盐的味素，愈来愈有迄个愈重的迄个盐分伫遐，所以借着咱的生命就有法能影响别人了。所以伊主耶稣讲过说，恁是世界顶的盐，这个世界顶是指向啊，就是咱生活的所在，比如说学堂、家庭、公司厝边你的客户跩拢是咱接触的对象。当咱甲因接触的时阵，咱迄个盐的迄个功能就显露出来，来影响别个人的生命借着咱来将迄福音传到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就改变因。那么盐，你怎样会失去迄个咸分呢？就是这个人信主了后，无继续甲上帝有接触，无祈祷，无崇拜，无读神的话，无交主内兄弟姊妹有交往鼓励带导，因信主了后无偌久，还在旧时世界的生活，行伫黑暗当中，犯了一件跩无应该做的代志，生活伫罪中，生活伫黑暗当中。因心中虽然有时开始的时阵，圣灵来责备，来感动因，神的话语来提醒伊，兄弟姊妹鼓励，但是因继续无反应，无改变，无来到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来改变，亲像这个浪子回头到神的内面的时阵，因仍然因的生命，还在叫迄个未信主以前的生活相同这款的生命，这款的基督徒就会发出的迄个盐的功能出来，等于就是失去了迄个味素咯，失去了迄个咸分咯。那么这个人有的世间人世俗人，伊就会轻看伊伊就是将伊隔离。所以较咱石头迄个盐失了味素，等伫路顶互人践踏，互人看唔起一样，真可怜。咱应该着谦卑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活到神，亲像浪子回头来到因老爸的面前，活到教会，活到一个属灵的生活当中，伊仍然圣灵的帮助的改变，伊仍然有来经历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出来。所以这是讲到耶稣说：“恁是世界顶的光，盐。这个盐有法能影响世间人互因来归向主。那么第二项呢？耶稣讲说：恁是世界顶的光光。到底这个恁是啥呢？也是同款讲到属神的行离世界顶呢，就是指到咱活伫世间所接触的在四周围的人恁是世界顶的光，就是要借着咱这个光的作用去影响别人。那么光的作用是什么呢？光就是驱除黑暗、赶走黑暗的意思。
咱若伫一间房间啊内面啊暗烁烁无火无灯啊，咱若点一支蜡烛，还是一个手电筒哈，开迄个火，还是点一支蜡烛，规个房间啊变做有光啦。光一下来啊，黑暗自然就走啦。所以这个光啊，是咧驱散、驱除来赶走迄个黑暗。即间公司内面啊，也是做职员啊，若是无照起工来啊，无诚实啊，偷工减料啊，欺骗主人啊，也是安尼落去吼，即间公司一定会倒。但是有一摆啊，来到一个基督徒入去因遐做工的时阵，这个基督徒啊，做工真照起工，真诚实，照头来规规矩矩。啊，当伊伫即间公司愈来做愈久的时阵，真侪人看到伊的这行为啊，伊就毋敢去做歹代志啦，将伊当做一个模样一个好榜样，所以伊就看到即个基督徒所做，因拢毋敢去做歹的代志，久来呢，即间公司就搁再起来咯，所以即个光啊，进入到什么所在，迄个黑暗啊，就减少就无去。感谢主的恩典，咱是毋是即款的人呢？所落去光啊，就是指引来引带方向，叫互咱一个目标，叫咱袂拄着危险伫即个大海当中啊，上有即个灯塔lighthouse伫迄个岩石诶，伫迄个礁石诶顶面啊，起一个长长诶顶头有迄暗暝迄个火会倒迄个倒伊就安尼伫咧恁会光会照。船啊经过就知影说迄搭有暗礁啊，有一个石头暗礁伫遐，毋通经过遐，会去撞着迄石头，会沉落去，船会沉。所以要甲你指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互咱袂拄着危险。你毋知捌看迄出影戏宋家三姊妹，宋家三姊妹是20年前看到的这个影片就是讲到迄个蒋介石伫抗战的时阵伊无要联共来抗日互迄个张学良叫一个姓杨的，甲伊绑架去西安然后这个伊的太太张夫人去讲好，落要甲伊救出来。当伊要倒来到南京的时阵，对西安来到南京坐迄趟飞机已经暗暝咯。要降落以前迄条飞机的跑道无火所以飞机毋敢降落，因为无看到迄个跑道伫倒落。伊若降落去可能会撞迄趟飞机会失事，所以就伫顶骹直练直洗，毋敢落来真危险啊！因为若洗迄趟飞机的油若一下无就落落来。那么下骹真侪人伫遐咧等伫机场咧等。张夫人的这个姊妹可能伊的名就是宋霭龄伊是好野人，伊就敲电话叫全城市的南京的城市的好野人开车来，偌侪灯所上百灯的无就是排队伫迄个跑道咧排队，然后同时开火向迄个跑道内面开迄个 headlight head 开咧，哇！将规条跑道照较真光真亮，落尾迄趟飞机就安全的降落因就安全的平安的无代志的来降落伫即个飞机场顶面
因为这个光啊救了遮个人，所以光啊是教人指这个方向啊，这个目标，对的目标，对的方向啊。过来呢，光是互人带来了盼望甲这个勇气。有迄个光，你就大胆；有迄个光啊，你就知啊，你有可能到达的目的地咯。我记得细汉的时阵，大概是8、9岁的时阵啊，阮徛伫乡村，一摆啊，阮规家走去泉州啊去探亲。我细汉的时阵，拢是交怀囡仔佚佗伴咧冤家煞收起家己一个人带倒来。黄昏的时阵，家己一个人无图厝人知影，家己一个人行路倒去乡村诶。迄个时阵路顶无灯，行到也未到的时阵天已经暗了。我必须着经过一间河流，有顶头有桥，着经过田园，经过遮山，这个山咧佫真侪木，木咧有诶真侪。古木、旧木有破空，行无小心你脚会踏落去，迄木内面有真侪骨头所以行到暗暝的时阵，也怪无到厝内真惊你靠什么来行？靠无过路灯，还是靠着个月亮啊、月亮的光啊来行路？月亮若一出来哇！我就行真紧，照迄条路。月亮若去乌云遮咧，是较暗啾啾，你手撑起袂看到你的砖头啊！我即个停咧，毋敢行。等月亮佫出来了，佫继续行。即路真惊，行跋落去河咧，行去踏着迄骨死人骨头，行跋落去用迄踏着蛇蛇物件，互你心。真惊无光，你会惊遐；有光，你才有勇敢通行。当你行遐的时阵，我会记得我的老阿妈是一个基督徒啊。伊教我一块挂，每一摆若去泉州的时阵，伊就带我去主日学可能一年可一两摆听因唱歌，伊会教我一块挂，真简单。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真欢喜。主耶稣听我，耶稣听我，听我。哎呀，当迄个月亮去乌云遮的时阵，无光的时阵，唱一块歌，我就壮胆等月亮出来的时阵佫行的时阵就一直有。就知影迄条路，最后可能到半暝你要半暝咯，才行到厝内。伫即项代志我心内头我一个真大的印象讲到人来行暗路若无光是真危险，互人真惊。有光是互你欢喜，有盼望一定有路通行，有出路咯。互你有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光是互人盼望，互人勇敢来向前行。佮煞落去光就是互咱看见家己的暗淡污秽。当你咧摒扫的时阵，你看起来桌顶较咱真清气呢。但是当日头光一照来到桌顶的时阵，看到桌顶满了土粉暗淡，你就要摕布去擦。迄个光是互人看见了，照亮咱家己的内心的暗淡所以当神的话语入去一个人的心中的时阵，才会知影，哎呀，咱是一个暗淡污秽的人。咱基督徒信主是因为上帝赐伊的独生子耶稣，耶稣讲伊就是光咱来接受迄个光伫咱的心内，咱无行伫黑暗当中咯。神的话语也是咱的光圣经讲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顶的光。
所以是神的话语来引带咱行路，行对的路，行正的路。所以耶稣本身啊，伊家己讲，我就是世界顶的光。伫约翰9:50也讲，说我是世界顶，伫世界顶的时阵是世界顶的光。约翰8:12节佫讲，耶稣对众人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伫我的就无伫黑暗内行，的确要得到生命之光。哇！耶稣是光啊！咱若跟伫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咱就无行伫黑暗当中咯，要行伫光明当中。因为耶稣要互咱这个生命的光。耶稣伫12章，约翰12章16节佫讲，伊说我到世界顶来啊，乃是光，叫凡那是信我的，就无点伫黑暗内咯。凡那是信我，就无点伫黑暗内面啊！感谢主啊！咱今仔日也有人无信主耶稣。伊个是黑暗当中伫咧摸索，毋知影倒一条是正路。伊对生命无一个盼望，毋知影将来灵魂入去到倒路，这是真危险。但是耶稣讲，我就是迄个光。世间人敢若无咧接受光啊，因为世间人爱黑暗。爱伫罪恶当中，无爱光，所以约翰3章19节到21节安尼甲咱讲，说光来到这个世间啊，世间人是因为家己的行为是歹的，是恶的，无爱光，反倒当爱黑暗。上帝定因的罪就是伫遮啦，无爱光，反倒当爱黑暗，这就是上帝定因的罪。20节讲说，凡啊作恶的、做歹的，就是恨迄个光，羞恨迄个光，就羞恨主耶稣，羞恨迄基督徒，并且无来就光，凡啊是恐怕因的行为啊受责备咯。凡啊是做歹代志的，拢恨迄个光，无要来就棍、行棍迄个光。为什么呢？恐怕因的行为会受到责备、受到指责我能显明出因内面的罪恶。伊说，耶稣佫讲，伊说，但行真理的，的确要来就光，要显明因所行的是靠着神来行。这个光啊！伫咱人生当中非常的重要。基督徒耶稣讲说，恁是世界顶的光。那么咱要做什么呢？伊讲，咱着世界顶应该着有好行为。咱伫世间人面头前咱着发光。说恁毋通将迄个光甲砍咧，说恁点灯毋是。放伫迄个豆堆咧酿米、酿豆，迄个豆四角形的咧酿迄个，毋通将迄个光迄个蜡烛还是油灯甲伊砍咧，那砍咧会失去。咱就将迄个灯点伫灯台顶就照亮一家的人咯。意思是说，这基督徒，你毋通伪装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你们将家己灭咧，无互人知影。咱光明正大，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咱就是世界顶的光。咱经若一个发出来的时阵，黑暗就会走。讲恁讲咱会光毋但照亮一家的人，引带一家的人来归向这个光，归向主。咱也是要向世界。真侪人来彰显这个光咱伫
世间人的面头前啊，就有好行为啊，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啊，有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来归荣耀给神。咱教会当中，还是每一个基督徒，现在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的时阵，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会做食物送去头怀送向人，头怀无通食的人，甚至暗暗的摕钱去帮助怀伫苦难当中的人，做一个好代志，叫因看起咱的好行为。咱教会有一个义诊，真在真侪年前就开始咧做了，愿上帝的名借着跩来得到荣耀。所以耶稣讲说：“恁是世界顶的光。”那么这个发光的目的是什么呢？咱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天父的名、荣耀神的名。所以第16节讲，马太5章16节讲，伊说：“恁的光也着这样的照伫人的面头前，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咱就有好行为，咱有歹行为咱就无法通光照出来。别人看到咱的黑暗，咱就有好的行为。做生理有做生理的好行为，做人有好行为，做丈夫的、做太太的，也是着好行为；做囝儿也着好行为。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着好行为，为着要什么呢？将迄光照出来，叫咱的天父会得到荣耀。所以就将荣耀归到恁伫天顶的天父。这就是圣经的假释。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有迄个，咱就感恩，因为上帝将这个责任摕伫咱的身顶，咱是真公平的。因为主叫咱毋但称呼咱食做伊的囝儿，神佫叫咱食做是世界顶的盐，世界顶的光，这是真荣耀的身份。求主帮助咱，伫这个特别的时期，咱每一个人要发挥盐甲光的功能，叫主的名，叫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咱佫一摆三甲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多谢你借着你所讲出来的话，你叫阮，你甲阮讲，阮就是世界顶的盐，阮就是世界顶的光。阮应该伫这个世上活伫人间的时阵，也有生命存留伫这个苦难的世界内面，千千万万的人伫黑暗当中，也未明白主耶稣，也未有迄个永生。现在因拄着即款的灾难，可能无机会通接受主耶稣。求主你特别怜悯，注意到阮的四周围，看见因的需要，为因的祈祷，来将迄个盐甲光的功能来发挥出来，叫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求主你互阮力量，圣灵你的帮助。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